后来过来是金华城的备案，今仔日继续来开庭，郭文泰嘛再度来出庭。法院今仔日上主要是要来勘验检察官伫个郭文泰的厝内所查扣的硬碟，要确认是毋是有记载小心因我控控，而且要来厘清这个表到底是毋是郭文泰本人所做的。 在阿被告郭文泰审警严晓薇各方提讯出庭，金华城案件继续密集的开庭，今日要进行正期的勘验。小草立法加由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毛国旁听检辩双方申请勘验真济档案，了解大情的事实是讲开庭前有一段小插曲。 审警经到庭短短10分钟，搁当车顶，律师甲庭上反映讲，伊插讲路拢是话，敢会当成果急诊。审警经是表示讲，真关心证人甲勘验的问题。律师是争取讲，敢会当去台大，抑过法官因为羁押法未当做决定，要先送看守所，再搁送病院。审警经最后是伫开庭前都已经离开案。台北市政府依照都审会里面的委员，他们充分的讨论审议。 通过的案子，为什么柯文哲主席就按照都审会的决议，竟然会被冠上一个明知违背法令的大帽子？ 到现场旁听，继续质疑检方的论点。这场勘验被告甲检方拢提出申请，其中郭文泰申请勘验多一回会议，大证敢是强识决。另外，严晓薇是申请讲勘验便当会议的资讯，检方是提出讲要求勘验行动硬点，本来主张要个别勘验档案，不过律师强调讲。 简单的表示就好，再去开庭，议员拢调查会议的记录，双方也未对证据的部分提出意见，恐也必须继续在法庭交战。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